佢係超級水潤㗎，可以幫助我哋咧28日強效美白加緊緻，其實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呢個醫學美容嘅效果，係低紋性嘅佢呢一個，唔止做白咁簡單，佢呢個係超強嘅緊緻，佢係攞咗日本嘅厚生省咧嘅認證咧，佢係專利嘅換顏配方，證明佢咧喺日本嗰度咧係相當有認可性啦，先能夠攞到呢一個牌嘅。咁所以佢係美白嘅水光針係嚟講係超級強，係全部咧日本空運到港，呢個咧簡直咧係佢哋呢一個品牌嘅超級王牌啊！最多人回購咧就係呢一個水光針，佢入邊咧打開咧就全部都係獨立包裝，非常之衞生咯。就係日本你見唔見到有醫藥外品啊？因為佢本身咧一支咧其實可以用到大概2至3次到隻手度啦咁樣啦，就當精華咁樣去搽嘅。早晚都可以嘅，但係咧佢未至於話去到咧會流晒落嚟嗰種咁水啦，因為咧佢係加咗個胎盤素同埋咧嗰個美白精華，跟住你再慢慢咁推散佢咧，佢呢個質感咧極吸水啊！其實咧佢呢個有個叫做 NMN 成分啦，咁佢可以咧幫我哋咧做到美白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幫我哋做到緊緻啦、抗氧化功效，而且咧佢有個專利配方係促進我哋膠原增生，令到我哋肌膚嘅緊緻度同埋彈性咧都會大大提升。咁咧佢係甘草酸啦、二甲，佢係幫助我哋對抗自由基嘅。其實緊緻效果咧搽上去咧已經見得到㗎，因為即時 firm，除咗幫助我哋抵抗我哋歲月嘅痕跡之外咧，佢亦都做到一個強效美白，同埋都係低紋性。係啊，用完之後咧，皮膚咧冇發紅啦，冇吉吉。曾經咧有一啲實測啦，就用咗呢一個水光針咧，一下可以做到咧30%咧，令到肌膚咧更加透亮啊，同埋咧深層咧20%咧打擊咧我哋嗰個黑色素來源。而且我哋女士們最緊要嘅法令紋、眼紋、細紋，全部幫你減退46%，超強大嘅護膚威力呢個。佢咧一支咧就係2.5ml啦，然之後咧一盒咧有10支，買2件，除咗每件減18蚊咧，再送多5支嘅水光針。日本牌子、日本製造，非常之有保證啦。